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，和西阿书第6章第1节到第6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2节到第1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生活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以赛亚书44章所记载的那些以色列人都忘记了上帝是谁，或者是说他们在被掳、被外族统治之下，怀疑起了上帝。好像有些人总会认为，如果上帝是真的，怎么会让我们去拜偶像的人被他们所灭，被他们所统治呢？因此，以色列人在生活中就失去了信心，甚至他们忘记了上帝是谁，如同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一样。归向上帝是需要信心的，甚至忘记了上帝是谁，这是没有信心的，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。因此有很多人就耐不住了，离开上帝去敬拜了偶像。先知何西阿这样说：以色列无悔改诚意。以色列人说：让我们归向上主吧，他撕裂了我们，也会医治我们；他打伤了我们，也会包扎我们。过2-3天，他会赐给我们新力量，使我们能常常在他面前，让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上主，他一定会来，像曙光必然出现，像春雨滋润大地。上主说：以色列人啊，犹大人啊，我该怎样对待你们呢？你们对我的爱像早晨的雾，一转眼就消散，像露水，天一亮就消失。因此，我差派我的先知们到你那里去，传达我要审判你们、毁灭你们的消息。我要求的是坚定的爱，不是生计。我要我的子民认识我，不要烧化祭。何西阿先知形容得非常贴切，他说：上主说，以色列人啊，犹大人啊，我该怎么样对待你们呢？你们对我的爱真像是早上的雾，一转眼就消散，像露水，天一亮就消失。他形容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爱，对上帝的信心是非常的薄弱，如同露水一样，一溜烟就消失无踪。上帝虽然透过先知提醒以色列人要归回，也讲到了上帝会怎么样的来对待他们，施恩给他们，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悔改的诚意。上帝非常明白的宣告，他不需要以色列人的烧化祭。上帝所要的是以色列人民真正的来认识他。这需要有信心和对上帝的爱的心，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这样的信与爱，因此他们离开了上帝的道路，
并且不愿意回转向上帝。基督徒也应当警醒，时常被提醒，然后来反省自己，要对人有爱，要对上帝有信。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当中也这样子的提到，标题写着帖撒罗尼迦人的生活和信心。他说，我们常常为你们大家感谢，在祷告中不断提起你们，在我们父亲上帝面前纪念你们怎样把所信的实行出来，怎样以爱心辛劳工作，又怎样坚守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盼望。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基督徒对于上帝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，并且以爱心辛勤的服侍做工。对于主耶稣基督的盼望，他们都得到了保罗的赞赏。保罗并因此而时常为他们献上感谢。这是信心生活的美好见证，也是保罗他们传福音工作的主要目的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又这样说道：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上帝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。我们把这福音传给你们，不仅是用言语，也依靠圣灵的大能，并且是根据对福音的确信。你们都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生活是怎样的，一切无非是为了你们的好处。你们效法了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虽然你们遭受大难，仍然在圣灵所赐的喜乐中领受信息，因此你们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模范。主的信息不仅从你们那里传开到马其顿和亚该亚，你们对上帝的信心也得到了远近各处传到那里。这实在用不着我们多说，大家都在传讲。在我们访问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样接待我们，又怎样的离弃偶像，归向上帝，侍奉这位又活又真的上帝，并且盼望着他的儿子耶稣从天上降临。这位耶稣就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，他使我们脱离那将要临到的上帝的义分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，他们虽然遇到了大灾难，但却仍然坚定地学习保罗，学习基督，并且喜乐地领受真理的信息。他们活出美好信心的生活，更为其他教会，如同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的基督徒立下了美好的模范。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们，他们活出了福音的榜样，也因此成为最好的福音同工之一。在初代教会的发展里面，留下了美好的见证。那现代成为基督徒的你我们怎么样也能够留下美好的见证，来影响其他的人、其他的教会，使他们也得到帮助，来亲近上帝。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
第8节到13节。上主啊，你一向顾念你的土地，你让以色列人得以重整家园，你赦免了你子民的罪，你宽恕了他们一切的过错。第8节，我倾听主上帝所说的话。如果我们不再走愚昧的道路，他将赐平安给他自己的子民，他必定拯救敬畏他的人，他的荣耀将充满在我们的国土。慈爱、忠信彼此相应，正义、和平互相拥抱。人的忠信从地上发出，上帝的公义从天上显现。上主要使我们繁荣，我们的土地必定丰收。公义要走在主上帝的面前，为他们预备道路。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怜悯、赦免的恩典，赦免我们的软弱，接纳我们还悔的心志。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回转的心，让我们有信心的活出美好的见证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